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5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新北新店锦绣社区的东土壁规片绑起108人撤离，居民若是想要转去住，要搁等2-3个月。农业部早起宣布，甲台中非洲猪瘟案例有牵连的苗栗甲中华的市场场，病毒核酸检测拢是阴性。美国宣布派航空母舰福特号去加勒比海太平打击毒品。附近的国家委内瑞拉是批评美国入去无空。这北部是已经落几礼拜的雨，今仔日早起新北新店又搁有灾情，锦绣社区的东土壁是规片绑起。早暗加上今仔日早起，计共是108人撤离。土木技术工会是表示讲，目前上要紧的是要避免这雨水搁再渗入去，把这基础过好灾。不过居民若是想要转去住，是要搁等2-3个月。徛伫风速线外面，看到土石断咧骨落。拜六透早，新店锦绣社区的居民伫锦绣路49号的东土墙骨落现场观测。早起10点，干部局会同施工厂商、公所甲结构技师到场建议。新北市长侯友宜改变行程到场勘查。豪大雨带来整个边坡的地方，因为湿很重所以造成滑落的状况。那其实我们早在2天前，我们针对锦绣跟碧鳌山庄，就特别来做好整个完整的监控。那这2天看到整个监控的状况是有变化的。新北市土木技术工会指出，49项东土墙因为下山倒去造成顶站起起，另外57项是规个东土墙挡袂掉电梯落雨，甲下面地下水的土的压力明显起起弄着厝。为此，立时通报市府，由区公所伫24暗撤离40户90人，25拜六佮针对顶边部撤离8户至16户的居民。有个阿姨还在里面，可是她是她好像行动比较不方便，然后已经背下来，也跟我们一样，现在在委员会里面。新北市土木技术工会表示，目前采取紧急措施，避免继续让雨水泄漏到边部，佮加固基础。雨停了之后呢，我们会进行移除一些挡土墙上面各种的动作。未来的话，考虑这样子基础的话，必须从低处的挡土墙呢重置或者是补墙来再慢慢往上做，同时维护锦绣路跟上边坡那几户住户的安全，这样子才可以避免灾难扩大。侯友宜讲，未来继续针对东土墙做好强化。技术工会评估，要恢复到会当转来住，需要2-3个月时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非洲猪瘟状况，甲台中案例有牵连的苗栗甲中华的市场，加在病毒的核酸检测拢是阴性。另外，这丰城台中的太平有货柜车送死猪啊，后倒煞是无关，农业局要处罚。原来是禁止药品饲猪的政策，目前云林甲高雄已经要开始做。这回传出案例，台中也搁在评估。市场门口挂防疫期间人车管制告示牌，彰化县云恒乡一个亲像非洲猪瘟案，货柜车关联市场，饲2500只猪，年日由防检署通报有4只死猪。经过采样送检了后，立时农业部宣布，包括本案在内彰化苗栗等关联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检测结果拢是阴性。那在彰化县的5场，那它检验结果都是阴性。然后苗栗县的有1场，那检验结果也是阴性。那换算下来，它的这个都在2/1000以下，所以它是没有异常死亡，请民众可以放心。台中市府连日提起亲像检出非洲猪瘟的市场，这是东部处兽医师赶去的时，市主也有特约兽医师在场。25前进应变所记者会向农业局行政过程造成当事人困扰，感觉失礼。另外，前立委陈柏惟伫并且指控2日伫台中市太平区太体西路翕到发这车载送死猪，而且车道后门无关，恐惊加做防疫空棚，市府会调查开发。找民间的这部画质车的那个车主会来，我们如果笔录完了以后，我们如果认为违规，要开罚2万以上跟10万以下的罚款。云林县7年前禁喷饲猪，高雄市最近也决定要第二做，不过中央有完无禁止，农业部认为，县市自主防疫各有考量，无外界周期无共调的问题。台中市府是讲也在评估。各县市自己决定自己的动物防疫政策的时候，那其实是有自己的考量。那大概就是现在状况，没有所谓的同调不同调。我们会收集各方的意见哈，那以及看执行的情形啊，再来做最后的决策。
环境部强调，大喷气化管道有源维持旧的模式，最近也会稽查全国饲猪场监视有头用菌，为正会以饲料管理法、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甲废清化开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目前这前线饲猪场配是拢变甲真严，要防止这非洲猪这病毒入侵。这回台中的案例，猪仔破病了后是真紧就死去啊！而且这病情佮甲其他的病要共，这讲到真歹随破断讲感受到非洲猪这。兽医工会就呼吁讲，这站爱扩大体检，才有法度尽量甲病例拢总抓出来。短时间内出现过破死亡，高车场登记饲300只，10几天内死亡117只，死亡率将近4成。兽医所起初判定是放射杆菌形膜肺炎，导有治疗。其实根据世界卫生动物组织的诊断手册讲到，非洲猪这甲传统疾病症状共款，所以要大胆加善，小心纠正。这个疾病本来就必须要跟传统的猪瘟、跟猪单毒、放射肺炎、中杆菌的病症是很类似的，所以才需要他们一看到类似的症状，他就可以将这样的情况去通报地方防疫单位。防疫紧急时刻，中央前线应变所也搁一摆呼吁农民爱主动通报。我们特别是鼓励我们的农民有异常要通报，如果不通报怎么办？不通报就害了大家，害了产业。目前较平台经济是出现无正常死亡率，有化济场示警。毋过，猪农爱根据什么症状来主动通报，压力真大，因为目前疾病复杂，真侪症状拢共款，第一前线要安怎分辨得真的样态呢？很多疾病都已经趋近复杂化，所以不要说我们现场，连有时候很多病株真的都要送检测完成，我们才知道说确定是什么病因，还是要送检测单位来检测，真的比较确实，比较安心。兽医师工会理事长陈大伦指出，这猪场的猪仔死亡速度紧，相关病理特点较歹观察，所以认为政府应该大规模来采检。你就像 COVID-19 的时候，大家在没感染的时候，政府会要求做 PCR， 会很快的死亡。那你真的没有办法用肉眼去看了，所以我觉得是要把检验量能拉大出来。农业部表示，目前检验非洲猪这实验室，除了伫淡水的兽医所，7年前也已经成立6家初胎实验室，结合国内兽医学系甲生态农科园丁实验室。这摆中华分行的案例，就是旧金山中兴大学实验室快速检验。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光复纪念日，中国迄边所嘛是办纪念大会，佮邀请台湾各界代表出席。咱陆委会是早就宣布讲，禁止中央甲地方的公职人员去参加活动。也若明年7月开始，公务员要去中港澳，嘛爱事先通报，若无会处罚。不过，这在野党的立委就质疑讲，这是无效果的，可会造成民众困扰，嘛会去影响到学术交流。不过，这陆委会迄边是甲因回应讲，两岸条例内底本地就有明文规定，依法行政。为阻止公务员违法去大陆进行一直发生，陆委会港会公布修正公务员赴陆港澳相关规范，后续将学校公务员落实。相关公职员去大陆爱经过许可，等下台湾也通报事由甲行程，维持政治重大1摆记2摆大个免责，要伫明年7月初实施。有特定身份的人，不管是我方的人还是对方的人，都会给予特别的规范限制。这个是基于两岸交流，在一个对等、和平、尊严的基础之上，我们希望不要危及到国家的安全。根据陆委会公布的建议定处原则，违规包含无经过许可去大陆等台湾无写赴陆人员返台通报表，等台湾拒载或者是无详细说明事由甲行程，基层违规3摆记1摆大过，各界违规1摆记2摆过。不过，在野立委质疑，可能无效果，个扰民，甚至出现寒蝉效应。目的就是要让学术界要晋升，制造更多的寒蝉效应。未来即使有学者前往大陆交流访问，也会被贴上标签，形成自我审查的机制，变成是在台湾内部找敌人，而且也在升高两岸的这个恶意的这个螺旋。请陆委会不要一直只是在制造两岸的这个紧张。陆委会回应，照两化条例第9条规定，公职员去大陆，按照这点关键不同，爱经由内政部或者是服务机关许可了才能去大陆，是落实法律规定，各配合人事管理措施依法行政。记者综合报道。
除了统战活动，中国渔船嘛不时咧走过界，甲咱搅搅。美国智库新报告指出讲，去年中共的利剑演习有200多架船是改名改作是渔船暗砍行踪。也若是菲律宾是建议咱着爱主动公开中国的侵扰行动，安尼咱的国民才会共心，嘛会当争取国际支持。中国渔船最近几年定挂界侵入大海，海巡展现强烈执法公报护理，对中共操作渔船进行无清楚地带侵扰，或甲解读是海上民兵行动。美国智库 CSIS 发布上新报告，分析去年伫大海西口位的12000架船，比对共军联合来讲 ABN 发现有209架船，会关着 AIS 信号，甚至换船名，调降稳重身份甲行踪。不管是今夏的之间的那个地限制水域，或者说它在南海向菲律宾所挑战的部分其实这些都是他们试图将这些所谓敏感区域，将这些区域据为己有那形成所谓的刚刚讲的内海化。报告是讲，中共将大量改造普通渔船的船只作为海上力量的延伸，伫大海执行监视、塑料甲船事主权。针对安全反制，报告建议美国爱甲朋友分享乌名单船只。另外，菲律宾同款受到中共的侵扰，海华防卫队发言人泰瑞耶拉建议台湾比照美国推动突破行动，主动公开中共的飞弹行为，就此凝聚国内共识，也会当争取国际支持。因为这些渔船的 AIS 系统是主动式发散，那另外一边则是被动接收，它关闭之后就没有讯号了。那如果用雷达的话，就可以主动捕捉这些渔船的动态，就是以揭露资讯透明化的方法来提高国民的警觉。学者认为，台湾爱加强甲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的合作，也爱强化雷达侦测，掌握科技船只动态。另外，中共扰台无停，国防部2号发布，正式高架次强机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甲西南空域，结合强南4架礁台，国军严密应变处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明年县市长选举，高雄市即阵就开始咧拼声势啊！国民党的立委郭志温再去甲头一块竞选扛棒吊起哩。也若是民进党迄边，区议员赖水阳、柯志杰、林大华拢咧拼初选，一直走行程争取选民的支持。国民党立委郭志温穿野白黄衫，伫党籍高雄市员陪伴之下，去地顶挂第一个竞选市长看板，强调会对跋倒的位都会徛起来，要重新出发翻转高雄。迄今是我过去在选高雄市长的时候得票率最低的，所以呢，我们面对这个现实，从得票率最低的地方，然后开始站起来。所以说呢，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角度，而且重点是，他面对海。面对外面，就好像是我们要把高雄带向更大的一个国际。国民党竞选大部分确定，民进党会用初选方式。民进党立委区议员赖水良、柯志杰、甲林大华拢想要争取，针对郭志温看榜诉求，这我无共款，无国民党党徽甲过去传统色水无共。民进党立委有因的看法。他直接讲这一科不一样，那不晓得是不是在偷臭另外一个科批哦？那不过他讲的不一样，我们也很想知道他到底哪里不一样哦。过去一段时间，他不断的攻击，包括抹黑高雄，甚至于这个丑化高雄了。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向的选举方式。为高雄市长陈其迈参加中央敬老联欢活动，赖水良区议员甲柯志杰除了诉求政绩爱延续，也展现在地实力。林大华认为家己应整合所有力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处啊。事实上，20几年来最扎根基层的、最了解基层的、最深入基层的啊，那也就是许志杰。戴华有最充分的市政愿景，有最熟悉的在地连接，更有最开阔的包容力，整合所有的力量，建设高雄。民进党明年1月决定竞选，国民党要拼立反拿。2076高雄市长的选战是愈来愈热。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际消息，美国是用打击毒品做理由，便拿经过加勒比海甲太平洋的船去互因怀疑到，就去互美国绑掉。昨美国阁宣布讲，要甲全世界上界大只航空母舰福特号派去加勒比海台面，这就造成附近的国家委内瑞拉随抗议啊。因的总统马杜罗就批评美国是咧起无空，引起战争。美国国防部长霍格塞斯立即下令，目前全球上大军舰驻防伫欧洲的福特号航空母舰，开
开往加勒比海太平5角大楼指出，这项行动就是要透过政策监视甲组织，危害美国本土安全甲环境参西半球安全的违法行为，加强打击毒品贩运甲消除跨国犯罪组织的能力。面对美军渐渐积极伫家己的厝门口，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立即批评川普政府咧捏造战争。El pueblo de los Estados Unidos lo sabe. Se están inventando una nueva guerra eterna. No pueden decir que estamos construyendo un arma nuclear. No pueden decir que tenemos misiles apuntando a las ciudades de Estados Unidos. No lo pueden decir, ¿verdad? Y como no pueden decirlo, se inventan un relato extravagante, vulgar, criminal y totalmente falso。目前，美军已经伫加勒比海委内瑞拉近海附近驻防超过6000名海军甲陆战队员，分布伫8架舰舰。那福特号战斗群来到，可能阁增加约4500名海军，阁加上编配互航母的9个飞行中队。外界理由，川普政府针对毒品走私的行动会扩大到什么款的地步？敢是可能就此杀到马杜罗政权？川普进程已经授权美国中情局 CIA 伫美国进行秘密行动，阁较无排除陆续行动，想要将马杜罗甲毒品交易挂钩。美国政府最近伫加勒比海甲太平洋几下摆拍沉所谓的运渡船，已经造成40人死亡，也过其中真侪人其实是渔民。加勒比海国家千里达加托巴哥的40个渔民瑞斯，10月中伫海上互美国断死。All leave me in pain. You all leave me in tears and sorrow, hard to get over. I do not want to hear the words sorry. Sorry, can I bring back my son?另外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辛德利时宣布，对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进行制裁，指责伊放任吴可健流入美国，无法度阻止毒品贩运活动。也不过佩特罗随即发文宣布，伊也正早伫路过委内瑞拉甲北韩元首了后，搁一回互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的现任国家元首，也代表美国甲哥伦比亚关系陷入新低点。公司新闻记者김冰玉。转来看咱国内，宜兰大溪上界出名的就是温泉，不过当地是有不少温泉饭店甲徛家因并无有水管，拢是直接把这垃圾水漏落水沟内底，这就造成竹子口溪变作是全宜兰污染上界严重的溪，这市区水沟嘛拢臭毛毛。一阵这管护费变46亿，要来去污水系统。世界拢能看到温泉饭店的看板，宜兰大溪乡是有名温泉乡，因为国道5号周边的厝价是一直起，住客也愈来愈多。啊，不过这所无污水下水道系统，不管是饭店也是住客漏出水，拢直接排入道路排水沟，搁流入溪仔内底。这条下晡排水排入大溪乡所有垃圾水，搁流入竹子口溪，互竹子口溪加做宜兰县污染上严重的河川。市区的排水沟因为无污水下水道，常常传出臭味。啊，水沟拢做歹味的对了。啊，水沟挂伊会空气会出来啊。大部分拢有啦。因为这无改善袂使啊，这水沟还会臭，迄个鱼仔拢会去臭到鱼仔死了了。地方迄地政府希望伫大溪乡赶紧建设污水下水道系统，县政府规划分年分阶段投入46亿，也决定伫25年排水门边啊新设水资源中心。那我们积极的去推动这个，是要给后代留一个永续的水资源环境。那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大概水资源中心的地点也已经定案了。那我们希望提早来设计，那设计完之后紧速来执行水资中心的一个工程的发包。县政府表示，因为水资源中心的实施计划按照每年3、4月才完成，搁送内政部审查，为加速工程推动，避免行政程序上过久。今年已经成片了1500万的工程设计费，希望较早完成设计搁发包，提悬大溪乡环境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田野庙埕工场观察人定的故事，国家两厅院2组创作团体是甲因今日台湾社会访问到的故事改编做剧场表演，推出2出新作品《假想之庙》甲《炼丹场》。夜晚7点半，台语台青春的梦要带咱的观众朋友甲创作者，同齐用日常生活内底上较熟悉的代志来思考公共议题。舞台顶打击的乐器，讲出声音。
用剧场去做出想象的空间。国家两厅院今年爱到实验场有2组创作的团体，甲台湾人生活当中真熟悉塑胶甲庙宇行做创作的主题，亲像试用机，用声音让观众重新理解对庙宇的想象。第15签，这个主题是甲宫庙文化有关系。我就用声音来起一间庙伫这个黑盒子内底。你就会当想象这个宫庙的样子。为了将真正的感受搬起入舞台，赤眉镇工作室的统筹张彦廷甲共同的创作者张雅纯，因去做电影调查，记录石化产业对宜兰带来的变化，也有居民伫咧历史的变迁当中，因的感受甲影响。宜兰吼讲无爱留轻这代志遐有名，然后去看卖讲后面佫有发生啥物代志，哦讲有后面的人讲安怎想。我希望观众朋友看了列单场了后，会对于阮逐工用到的遮物啊，也是生活中发生代志，会唔感觉好奇。会想要去知影搁较侪代志。艺术家希望观众伫咧剧场内底重新去思考、感受每一天用到的塑胶，甲去庙里拜拜的信仰，这个是安怎伫咧咱心内定根。看到做一咱想袂到的方式，伊拄啊算遐，我著甲一个伊的信仰做一个表演传达出来。这是我感觉即摆咱台湾这几年的文化，愈来愈看会到的。不是自己家里地，我每块地都可以。这阵艺术家用电影、声音、甲舞台，甲台湾日常生活内底上事上的代志，却清在不妨要义的基地重新展开。伫国家两厅院的舞台，要互大家对塑胶、庙宇、土地也有生活，会当有更较侪想象甲反省。记者洪兆生、吴一修综合报道。文化部今年推动台语家庭计划，新竹市举办成果展览，除了展现这活动的成果，嘛安排大家做伙用台语来搬戏。主办单位是表示讲，这段时间计共是剩2600人次，做伙来感受台语的水。对这首做伙唱跳台语歌，囡仔是哪算哪笑。我是小孙女，互大家添寿子孙满堂。各用家己亲手做的戏样啊，伫台顶搬布袋戏。新竹市培育台语家庭计划，时间伫要满1年，透过活泼的表演以及展出过去的活动相片，要让大家知影，想要熟悉台湾文化，学台语是第一步。即马囡仔无晓讲台语，但是有人爱有人对讲，才会晓讲，真重要啊！咱国家嘛需要台语啊。几啊十年台语就无去啊！囡仔学愈侪语言愈巧啊，头脑愈好。新竹市本土语推广协会指出，这段时间以来，拢总举行165场的台语活动，包括台语营队、广告、台语导览、亲子共学等等。今超过2600人次来参加台语家庭计划，就邀请足侪囡仔，阁有阮的母语家庭做伙来台顶播一出三仙女、甲水鸡、甲阿君的戏剧，邀请大家来闹热，会使用台语来参加。阮感觉今年真正足幸福，而且嘛，就是有看到足侪对台语有兴趣的家庭嘛，拢会来参加。透过文化部的培育台语家庭计划，让大家自然学习使用台语，延续母语文化，也希望把台语升做生活当中习惯的语言，让母语代代继续传落去。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变化，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3度到25度。中部地区25度到31度，南部地区27度到32度，东部地区24度到29度，
外岛地区22度到27度。这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比，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